想着什么，我头低尾笑甲嘴。恰恰恰恰恰，就一个农村女儿为你打水车。我也时常唱歌时，爱为心空未来又飞去，一对明星，因阮思念心爱无过难忘的情义。恰恰恰恰恰恰，茫茫中，你老爸爸为你打水车。打水车，为着伊好行，念在小城市，伊你配心也是叫阮忍耐心空虚。恰恰恰恰恰，期待着快乐春天为你打水车。若听见乌树在叫天，大开全袂离。这只啊，就是这个赤牛啊，你这才是赤牛啊吗？足有力的，嘿，吼，我哪感觉你吹到尾啊，敢若白输迄个105的迄种，敢若佫铁牛咧，会翘高咧，你只。是啊，系啊，这个听咧声就知讲，这只是好牛，好牛吼，这只毋是歹牛，以前吼赤牛啊，迄个水牛啦，迄有当时啊拖足重的呢。即摆人拢饲狗做宠物，嗨，吼，啊，较早的时拢饲较大只，饲到大只？吼，饲出这吼这个马，啊，饲出这个牛啦，饲牛啦。啊，这牛的时阵吼会斗做啊，哦，所以讲咱台湾人，有这个代念感情，是。台湾牛无咧刣，吼，哦安尼啊，是哦。到有一天破病，啊牛吼，甲马共款，有一天伊若未做就对啊。系。系啊，啊伊敢毋是咧惨安尼吼，伫咧困的时阵，马是徛咧困的哦，安尼哦，吼，拢总真敬业，毋敢甲刣，毋敢甲刣。是牛啦。马甲牛拢差不多啦。哦。吼，都反正就是宠物就对，安尼。系啊，啊为咱做即个吼百姓啊，有咱做即个咱家己农家做真济啦。是咧做实的啦。啊，较早都无机械哩啊。若一只牛的时阵啊，会当买几个分田呢？你毋知影毋知？是吼。嘿，专门咧做食啦，就是讲吼咧犁产用的。有感情。啊，甚至吼咧拖动啦，以前拢个啦，牛车嘛。哦，相信讲咱电视机前咱跩时代年纪若讲超过70岁以上啊，还佫知影讲这个牛车。啊，若即马即个少年啊，可能就较毋知影吼。啊，以前农业时代的时阵真侪时代，哦，毋是甲牛拖动尔，人嘛缀真重呢。对啊。以前拢靠安怎？靠即个肩胛头伫咧担。哦，除啊啦，收冬的时阵，田吼，毋是像即摆伫路边啦，无啦，迄有当时吼骨落烂田的呢。迄若好田无伫路边，路边吼转石头。
吼，所以讲伫咧分的时阵，拢会计较，我要分第二热的。安尼是安怎？安尼，较无石头啦，哈？无石头皮啊啦。啊，那我要分，我当然嘛分路边。系啊，这都有当啊天公疼憨人，哈哈。吼，拢无人要爱，吼，一寡作者嘿啊，小弟啊计较了后，是讲无路边分互你啦。哦。啊，都有吼，总是讲比无较好啊。对啊。啊，结果一个重为了后，哎呦，一个工商发展了后，不得了喽！路边的新积分呢，加差不多2倍啦。啊，是啊，哎，后壁落来讲无路啦。啊，迄时阵要栽拢歹代。哦，加载拢好加载讲迄时阵无计较。啊，才有这个。哎呀，去分伫路边安尼吼。哎，啊，讲到这，以早吼产骨落热，有当时吼啊路边啊骨落热啊，拢爱靠安那靠2个肩胛头落担。当然。哦啊，担黄啊好啦，是甚至吼啊，即马若稻啊好的时阵，就爱安怎，嘛爱牙切啊。牙切啊。对。哦，啊肥料嘛是靠牙的。对。啊，规工伫安怎田的伫咧烧草。哦，迄少年的时阵吼，我咧讲啊，咱一寡。咱时大啦，咱跩时大年纪较济，拢怎少年的时阵，吼，迄人吼用甲一只敢若牛咧。是啊。真够做，足够做。对，这查甫也是讲查囡仔，真惊长啦。真惊长咧，但是若甲70岁、70外岁来啊，有无？咱有年纪啊啦，无共哦，骹会无力咯，翘骨去啊哦。甚至一个阿嫂讲吼，以早都拢打真重，打甲变乌形腿啦。对哇，做骨弯腰去，捌听过无？有影。系啊，这打到尾的时阵软骹。软骹。袂晓保养。啊，我咧讲哦，软骹就安怎？软骹了后就是骨质疏松嘛。是。啊，骨质疏松就摆骹条。啊，你会安怎？迄个骹会愈来愈弯。哦，愈来愈哎呦，阿嫂奈直直安怎？直直反下去啊，结果是 O 型腿，就生生伫咧走路共款。我咧讲，迄叫做 O 型腿。你感觉啊？即摆的人有啦，有去开刀啦，O 型腿去开刀，就讲吼，其实伊是骨质疏松，即个骨头腕吼白去啊，啊，当安怎弯去啊？啊，即摆若是讲为了的时阵吼，即摆去换迄人工的，食力咯。迄有当时啊是一骹先换，搁差不多安尼休困规半年了后，哦，就安怎，才过来换另外一骹。你袂使同齐换啦，同齐换咪袂行。我袂行，坐坐轮椅，甚至骹床，即骹开了为即骹安尼就对啦。对。实在是讲起来真毋值。真毋值吼，但是要少年的时阵真正是靠体力啦，老咱讲年纪济来时阵吼，这有大哥啊。这个时间就是啦，靠保养，将咱进前少年所流失去的较紧的哦，利用这段时间安怎，甲豆听早转来。有保养，有听早，有差，迄差济。足侪人会知影讲说，骨头若无用，会酸痛，会酸软对无吼？啊，有的人是安怎？肌肉流失，讲讲肌少症。啊，有的人是筋络反按，肌肉那个筋络反按，筋啊按。啊，搁有一种就是咱咧讲吼，做骨质疏松。骨质已经流失去啊。对，因为你补回来速度袂负咱流失去，所以讲你的骨头是安怎是怕。这时阵上惊安怎？老大人上惊跋倒厝倒去，扑一就断去啊。哦，会断到几啊站呢？对啊，而且是那一种粉碎性的骨折，连空都空袂转来哦。所以讲，咱这个时阵安怎补充咱的钙质，爱补充，搁煞落较接去晒日头咧。哦，日头晒侪时阵有会当帮助讲咱即个D3就讲会当互咱吸收骨头伫咧吼成型的时阵效果会较紧，速度会较好，较紧。哦，所以讲咱观众朋友讲，安尼哦，放任啊，我少年做到要死，老来啊退休啊吼，想讲安尼要来安尼休困者，甲人咱出去行踏，佚佗拢总安怎？两支骹袂做主，袂做主的对无？啊，要紧啦。即摆现代人的时阵呢，大家拢总加减啊读一寡册。是啊。哦，所以讲呢，对啊，即个都爱提出来用。即个知识，吼啊，提早补习。提早补习哦。吼，提早照顾身体。你毋通甲等甲差不多7、8、10遐，吼，即个物件时阵已经生去啊，袂使哩。你咧对即个50岁左右的时阵，就开始来甲吼，开始来甲做补充。你会感觉讲来甲7、8、10的当中，我也无差啦。你啥物？骨头疏松，行路嘛，搁真紧嘞，对吧？嘿哦，啊，老当益壮，啊，咱无即款，哪有即款话？就是讲知影保养，是，甲毋知人照顾身体，即个差别
就差伫遮啦。哦，嘿对，好啦，是啊是讲到遮啦，我先来看卖是啥物人拢上线咯，来哦。啊，谢谢大家哈！来，淑儿姐你好哦，好，感谢咱邱景嫂啊，咱秀锦阿姐、钟大哥、盛吉大哥、神叔哥哥、咱自信大哥、淑梅姐、咱的颜真姐姐、红阿姐，啊，搁咱文龙大哥、秀丹阿姐、秀芬阿姐哈、康苗姐姐、徐爸爸、徐妈妈。啊，龙华大哥，咱的明杰大哥、文虎大哥、古大锦阿姐，谢谢秀卿姐、红竹阿姐，感谢哇方正大哥哦，谢谢你哈，小毛大哥、剑刷哥哥。淑儿姐姐、国登大哥，来，我拢有看到哈，吴明忠大哥好哈，谢谢大家来啊，感谢咱的芙蓉姐姐、志忠大哥，来感谢咱吴明忠大哥了，吴明忠大哥吼，昨真正甲咱吼，大组的，一届搁2组，哦，顾甲真好，搁甲咱斗介绍，有信用有底底，对，吼，大家头拄仔讲过啊，拢会知影讲照顾家己身体。对啊。啥物物件拢总是无真实的啦。你讲我钱啊存真济，免哪比？吼，存100万嘛是存1亿嘛是存。黄仁勋先生的时存几落条，吼，伊本身年岁若到，该当调去嘛是调去啦。是啊。吼，要安怎讲吼？家己本身这个身体勇行。对。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讲对毋对？对。吼，生活品质若好，伊这个条件两支脚爱行。爱行，你食会落，吼，消化就会好，棒棒的出来。对，吼，咱人的时阵身体就勇健。我咧讲吼，人若袂行啦，袂行消化，你安怎食的时阵，你就是去积掉咧。绝对。所以讲，拢尻川的人吼，有的人尻川，还是讲拢坐条的、坐轮椅的人，伊一定安怎？伊一定闭结，一定放袂出来，吼，3工2工都要通一遍这样。甚至腹肚不是拢肚积掉咧。拢积掉咧，这一定道理。所以讲，咱观众朋友若要预防着哦骨质疏松，预防着讲咱会惊讲啊食老的时阵会哪卡伫床的哦，倒伫眠床底袂啦袂舒适的，即马都要来甲做保养啊！哦，你像讲芳龄就好啊，哦芳龄的，包括讲阮的爸爸，包括讲哦，阮公司阮的同事也有50几岁啊，吼，我拢有讲说，哎，一工上少，像阮的年纪啦，我的年纪啦，因少年我叫因食1粒就好啊。但是我的年纪吼，我这都是咧补充钙质的，对，这咧补充钙质的。啊，即马做甲安怎呢？生物科技足厉害哦，甲做甲软胶囊，就是讲伊这是软球啊，做液态的。咱以前有讲液态，就是安那骨啉的咧顾骨头的啊，什么啊，什么面啊，对无？苦落搁掰开迄啊，迄就是这。啊，这咧，即马甲伊浓缩无法甜，有的人讲哇，甜，我有糖分的人袂使食。是啊。甚至啉的时阵啊，佫会闭结的这啊。即马甲做液态软胶囊，内底佫加D3，互你佫较好吸收。所以讲，即马的物件做甲哪？生物科技太厉害了。将无好拢总甲扣掉。上介好就讲，因为呢，咱一寡就年纪的一寡爸爸妈妈，拢啊肌少症。是。哪后啊，这个细胞这个所在，这个肉，这嘛是肉做的啊，肉拢啊弹性较无啊好，对无？流失去啊！迄个吞物件，以前咧吞好，一届讲安尼一暝哦，药丸啊，讲安尼哭者就落去啊。即马讲一粒啊一粒吞，讲安尼吞着艰苦者寡。还食物件不时见着。啊，不等我咧讲，连吞喙烂都会去砸着这啊。第一心嘛去砸着。来，即马这吼这哦，大哥，我甲恁讲哦。这个顾骨头的这啊，即马拢总做软球啊，安尼一粒一粒。上介顺。吼，上介好的成分。上介好，上介顺的哈。要来照顾咱的身体。对，啊，而且佫加D3落去的时阵，你都一工偌济，这2粒都够。啊，你敢知这一粒吼，这有数据的哦，观众朋友，一粒内底就等于20斤的肉。内底迄营养成分哦，安尼有强无？对无？你有当时控低卡控咧20斤，你敢食会完？食袂落啦。食到尾先阿妈骨筋翻来，你食2地你就阿妈骨筋翻来。无可能，无可能。所以讲吼，2粒就好，2粒就好。好来。保存着上介好就这个吼，我食2粒哈。来，即马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今仔头一首歌曲《路顶了解我心意》。夜半路顶稀微，笑阮
阮心内悲。来，第二首歌曲是咱这个情歌对唱《真心只爱你》。有缘无份爱着你，紧随你身边。你想为搁对不起你，今生补袂甜。来，第三首哦，再会也都市。繁华的长亭，南望的夜景。来，第四首哦，深深的恋情。深深的恋情，一千万千。第五首，落山风。往事若是再回想，甲甜心内的悲伤。来，今仔上尾这首哦，这首歌曲老师是要唱日语还是？台语就好。好来，人生。人生缘分路用，啥人无家庭？人生。来，以上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做互动，卡头前哦，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市这个5关市加控诉哦，头一首路顶了解我心意，第二首真心只爱你，第三来再会也都市，第四首深深的恋情，第五首落山风，上尾这首人生哦以上。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哎，你好。喂，阿母啊，你好。嗨，我点1、2下。1跟2哦。哎，哦，我下。你就跟你喝哈。哦，好，我下开哈。好，谢谢徐毛毛，嘿。有啦，妈好，平安，谢谢。哎，你有来民歌大哥啊？哎，你好哈。我点第一首甲第二首。安尼吼，哦好，第一首甲第二首吼。好，谢谢民歌大哥哦，大家准时收看哈。来，谢谢，来。喂，淑娟姐。1跟4哦。1跟4。好的，我下开哈。谢谢。好，谢谢你，淑娟姐，平安，谢谢。啊，你好，民政大哥。我点3号。3号哦。再会喂。好，3号我下开哦嘿。谢谢。来，小兰姐。6。来。2与4。2跟4哈，好。我下开嘿。啊，这我下凯哦嘿，好，第4，好，我下凯来，这是咱的小兰姐姐，速来个速安排。哎，你好，陈妈妈。大家好，我是康康江林老师，帮您大姐大家好。第一首第一首，路边了解我心意，路边了解我心意。第6首第6首。人生，谢谢感恩，拜拜。拜拜，陈妈妈，陈妈妈你好。喂，嗨，爸你，嗨，小玲，你敢不了，路边了解我的心，拜拜。好的，谢谢。第一首，来哦，叶娇姐姐啊。喂，你好。哦，你今日想要听哪一首？第一首。哦，路顶了解我。好，谢谢你，平安哦哈。好。有啦，妈鸡。好来，喂你好，管我姐。哎，帮您好。钟大姐。
今仔要听倒一首1跟2， 1跟2。哦，好，我写开讲讲这样哈。好，平安嘿，谢谢。来，张小姐。我要选2号跟3号。安尼，好，2号跟3号，好，谢谢。来了，宜宾哥哥，宜宾哥哥，哎，来哦。欢迎江年年好。好，这点第1首的路顶了解我的心情，哦，啊，甲第4首的轻轻的软结，亲亲的谢谢，祝你收视长虹。收到，谢谢。来了，小龙姐，我要点第6首。第6首哈，哦，无问人题。生好，谢谢秀龙姐哦，哈，平安哈。来，坤星哥哥你好。哎，今仔要听倒一刘首大哥哦，是。 2跟4哦。 2跟4，哦，无问题哦，哈，好，谢谢，平安哦，哈，好。啊，你好，蔡大哥。你好，好，我点3号甲4号。安尼3号哦。甲4号，好，没问题哈。是。好，好3次收到，来，谢谢，来做安感排。谢，谢谢。来，今仔日吼。嘿，其实是2首歌曲上侪人，就是咱这个《真心只爱你》甲《路顶了解我心意》，咱先来唱一个情歌对唱。好，好，来，这首嘞《真心只爱你》吼，这情歌对唱是咱这个徐爸爸、徐妈妈、明月大哥、小兰姐、阮娥姐、甲张小姐、坤星哥哥所点哈。啊，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这首歌曲哈，谢谢。来哦，啊，咱第2首再来安排。路顶了解我心意，哦，路顶了解我心意呢，今天也是非常多人点吼。啊，咱点歌就是安尼，上侪人点的，咱赶紧的甲你做安排。那头前2首歌曲，都是一定安排会到的哦吼。好，谢谢。谢谢徐爸爸、徐妈妈、月儿姐、明月大哥、苏娟姐、康康，哇，恁的点歌哈。有缘无份爱着你，紧随你身边。你是为孤单不记你，今生抱袂低。感是天。敢是陪你，缘分将咱绑做对。一句约定有啥意义？真心只爱你。一条签字代表什么？真心只爱你。无论啥人来阻止，永远分袂开。哎，谢谢我们徐爸爸、徐妈妈、边个大哥、小兰姐、广广姐、坤星哥哥、张小姐所点的《真心只爱你》。绑做对，一句约定有啥意义？真心只爱你。一条签字代表什么？真心只爱你。无论啥人来阻止，永远分袂开。
爱你。无论啥人来阻止，永远分袂开。真心只爱你。好，谢谢，感谢哇！来，咱的蔡小姐、苏金姐、坤先哥哥、洪祖阿姐、徐爸爸、徐妈妈、古大姐阿姐，吼，搁咱这个桂妹姐你好哈，明星，搁咱张明正大哥、苏英姐、康妙姐姐、昌雄大哥，咱的雨涵、申树哥哥，来哟，咱的何晨月姐姐、江大姐，哇！感谢剑山哥哥，感谢恁黄格大姐，你的婆声啊，拢总依静姐吼，拢总有收到啊吼，谢谢默默的婆声哈。来，即摆呢，速速，等下搁一首歌啦，就路顶了解我心意嘛吼。但是伫要唱路顶了解我心意的时阵，有先来安排2首歌曲，进入咱的第2阶段。第2阶段就是互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听歌，听好歌。有歌名，好礼送互你。来哦，赶快送咱这个上介好、品质上介悬的百货公司的哈，两个要甲2个你顶级的，这2个要2000块呢。观众朋友，他不夸张，因为伊是陶瓷烤漆的哦吼，伊这是会当做微波炉，而且完全密封。你内底滴水的时阵，拢总滴水不漏，好好保鲜微波炉，好好。啊，而且呢，伊这个内底有附赠这日期，你会当标示的，然后来一届就是一对哦吼，一大一小，互恁出去的时阵，咱昨有一个阿姐来讲，哦，我来讲方恁啊，真正吼，我即摆要去缀便当的时阵，我着早这出去，老板真正加送我一项菜呢，你看卖啊咧，啊，转来的时阵吼，佮讲有当时无马上食饭嘛，所以讲拢冷对无吼，佮放落微波炉微波一下，哦，安尼足舒适的吼。后来准备2首歌曲，来头一首歌曲，它是7个字，林峰先生。系，林峰先生咯。伊的歌。好，来哦，准备哦，7字哦，嘿，好来哦。
市，他乡的黄昏时，因人心要醉。故乡的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恁也免挂念将来，找着一个男儿，应该来打拼。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咱观众朋友听好歌有歌名，好礼要送互你。所以起要来教诠释一对陈小云，这是咱埔里的这个查某囝，非常会唱歌。我这摆很主持呢，我咱要来教诠释这个歌曲，陈小云的歌曲。好来。是无你在身边，我诚实为你传千里。希望你来听见纯情的歌曲送予你。走去，那无飘飘在不地。虽然是无你在身边，我诚实为你传千里。希望你来听见纯情的歌曲送予你。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
来，咱观众面来个诱看卖咧。谢谢哈，好平安。来这个参加抽奖。我即摆现主是要来甲走一底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速速就要来甲公布答案。非常感谢爱好歌唱这的观众朋友，大家无啥气嫌啊，来参加来，咱这个听好歌的这个活动。是哦，来，即马到一段落哦，咱准备要来公布答案。手提着有皮箱，已经来多情。这首歌曲就是林峰非常受欢迎讲做旧皮箱的流浪儿。好，来啊，第二首咧，第二首嘛是观众朋友拢要着呢。我来为你献唱这首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为你唱一首歌。好，来，今仔2首歌曲拢总公布啊吼。来，头一首歌曲就是咱这个旧皮箱的流浪儿，第二首是咱为你唱一首歌，哦，为你唱一首歌，安尼才是正确吼。恭喜今仔日哇这么多人哈。好，来，小等咱这部特别结束之前，咱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哦，观众朋友呢，啊，咱会甲伊将咱这个这组，好，这组啊，精美的嘿，咱会啊，这保鲜盒。这要出外嘛好，多功能的，这多功能的，就是按压式的微波炉专用的保鲜盒吼。你物件若讲一寡食材若甲放来食，搁甲冰冰箱会当加冻，一般7天哦，袂走空气，7天哦，滴水不漏。等于讲吼，咱做真空包的艺术共款吼。后来谢谢，即摆先甲收开，等下啦，等下，吼。等下，咱若讲节目特别结束的之前，咱就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吼。方玲呢，今晚要来进一段广告。有人讲，你广告就广告，咱就要事先甲恁讲，甲恁讲者有心理准备啊，因为我今仔日无共啊，我今仔日要互咱观众朋友吼特别清楚。所以讲爱特别甲恁讲者，这足用心的哦。对啊。今仔日特别甲咱清楚就讲，这一次这个档期，咱有特别送。如果你等下若讲电话卡通的时阵，是细组的时阵我送一个，你若甲我买大组的时阵，我一概送你一套一大一小，安尼你知无？一对就对了。今仔日要来照顾你的身体，甲你顾你的骨头，顾甲互你用。甜的啦，软骨啦，对无？骨精脆啦，拢总甲你顾较够啊。好，来哦，进一段广告时间哈，谢谢。观众朋友，
大家好，咱今日再次邀请咱的佩提总监来到现场。芳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来顶抓咱的佩提来，给咱介绍咱的钙骨啦。你看，知影观众朋友啊，那一天哦，破纪录的5分钟200组200盒啦，不是200组啦，200盒嘞，全部拢总无啊。对。真侪阿姐打电话讲，芳玲啊，你哪卖物件哪考着？没有，这个我真的要帮芳玲姐解释一下，不是小气嘛，不是安那哈，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我内底液态钙全部拢是澳洲吼原装进口过来的，好，阮的原料是安尼，所以阮嘛不是，虽然讲吼目前啦电视通路敢若你才先，啊问题阮有甲一寡药局通路一定要签约啊，所以有分配有配额的啦，你这个是刚200盒尔啦，啊你刚刚人袂甲含着，阮外口一盒是2400。啊，我迄时阵想讲新品手卖，我给你带好礼，给你买1送1嘛。对啊。你搁共加后一盒，一盒好，一盒对，当然嘛，200盒多嘛，就一下子就没了。对啊，本来安尼是不是有100组？算5分多钟，小姐的卡电话来讲，不能再卖了，没有了，不是，我先讲一下，你也是敢若安尼买1送1，是有100组，对嘛？啊，你搁共加这盒落。就不到100组，所以这真的袂使怪我。但是吼，来佩提总监，我甲你讲一下，讲一下你欢喜一下。咱真侪咱时代顶抓安尼摕倒转去食了个。芳玲啊，真正我以前食迄啊个啉啊，拢无感觉呢。恁会安尼2-3工啊经过尔，我就家己感觉讲，是，加足用的。来，我先讲一个吼，所以你家己开转去了，你真的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哪细粒。甲一般吼，你伫外口买，咱事先甲你预告讲这是细粒的。对，这是细粒的吼。啊，哥你莫看伊细粒哦，伊内底钙含量是200毫克哦。200毫克什么概念？你讲者？你讲者。顶早讲这1杯，其实吼伊拢足客气的。你敢知？迄是咱牛奶吼鲜奶那个1大桶的那个，迄一罐内底超200毫克。所以阮这一粒内底就有啊。对啊，你免去另外补充啊。再来就是啥？我看到之前有讲，阮内底迄个制造商哦，钙的制造商是为的原厂哦，伊是到是瑞士啊，最大的一个药厂。是100年药厂哦。对。伊甲辉瑞、甲默克这拢是100年的这种是药厂合作的。是的。所以呢。然后阮内底叫做维金钙，分子很小。大间的药厂，我跟你讲，伊的品质是一定要对啦，上顶级的。你知影一间店嘛，10年你就感觉了不起啊，50年你也甲鼓掌啊。100年嘞。当时瑞士100年的药厂。对，100年的药厂，所以它才有办法做到这种分子小，好吸收，马上有感，3天马上有感，也叫做维金钙。另外个啥，阮含在鸡门公啊内底，弄有这剩几那种添加天然的这个香橙精油。你想要在那边可以这香橙吗？不知道呢。也使啥？因为那个味道真的不错呢。是。我有甲加开呢，我有甲加开哦，味道真的不错。也使消炎，甲你巴肚内摕一寡白毒。排出去了，佮增加它的吸收度。是，就是排毒又好吸收。所以讲吼，连小孩子吼，叫加开了。哦，小朋友你也使用加都加开。加开吼，他不会排斥哦。对。吼，所以讲咱观众朋友，虽然这个你嘛是会使加开加食哦。你也使用吞的啦，你嘛使加开啊呢。那就那么多了。结果观众朋友200打电话来讲说，啊你有咧卖大组的无？我知影恁迄小姐有甲我讲，大家拢是2组啦。对啊，他们2组、3组安尼买。记得有一个人客，伊要甲我摕4组，我讲拜托阿姐卖啦，你甲我摕2组就好啦。哦，留咧互别人啦，因为电话一个一下子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对。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来卖大组的啦。啊，大组个是大组个安尼啊！你当作我袂晓，当然是3盒2400嘛。这3盒也是2400，因为这样就是4800。4800，你伫外口就是买2盒。真的啦。4800外口你是买2盒，等于这4罐拢是所有的通路拢落去的时阵，我跟你讲哦，单一瓶就是2400块哦。对。好来，卖啦，大组的啦，大组一定爱送者啦，无观众朋友要哪会放我？不是大组无法度哦，真的无法度。不要很多啦。来，观众朋友，恁我讲哦，恁一直甲芳玲讲说，要大组的吼，当然你买大组一定爱加减嘛。我咧讲无得运费嘛，对无？减者运费咧吼。今仔恁若甲我买大组来，再加嘛，搁加1盒，安尼好无？吼。
08008158，你给我算者0800815181，可以算。但是我爱今嘛开始来接电话，因为我们刚刚一上场的时候看到这个电话的拢中那个电话都进来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拢会甲。跟你食米群啦，食D3拢同款意思吼，都会知道要保养。但是呢，你敢知影？真的很神奇的讲，咱这组的钙骨力内底佫有加D3，这 D3嘛有加，你唔免佫分开买咯，分开买是不用的哈。而且伊这 D3，我来接电话哈。我先讲一个吼，像咱阮这组伫外口吼，这是一盒是60粒的吼，一罐内底是60粒的大包装的。像咱讲这盒伫外口，你做去买就是2000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阮内底有加 D3嘛，你免去另外买啊。阮的 D3是来自全世界最大的维生素制造商，伊叫做 DSM。你知影这 DSM 这维生素这 D3，你也是伫迄美国的伊的迄个医疗院所内底，伊咧细管啊，你知影价钱偌济？2、3千块走袂去。阮是一只加伫内底，你毋免搁另外补充的，内底有D3这个成分啊。而且咧，阮伫外口一罐2400，你今仔是4800吼，4800伫外口是要安尼尔，恁遮是全部拢就是拢加送互你个对。所以今仔日嘛是干那200盒尔吼，就是200盒，我毋管你家己安怎做，就是200盒尔，也是像进前共款5分钟就卖了，我嘛真诶无法度。所以观众朋友，阮啥人有法度做到遮细粒？因为阮内底又是用着维晶钙，钙毋是讲愈大粒愈好，上主要就是伊的钙含量爱高，你有法度吸收，你吞会落，你的孙、你的阿孙仔食会落，是安那？什么200啊？200啊，不才有几个人客呢？30个客人呢嘞。不行不行还不到30哦，是还不到30，不行，还不到30，不行。我跟你讲，在家啦。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观众朋友无法度啊。我这次才很硬，真的不行。因为你搞我给几收，因为无法度。实际上，你个的数量拢总无济，所以讲呢，你若进前有买过买细组的，你有也是讲你有买2组，你今仔搁订的时阵会记得买大组，阮搁加送你一盒，好无？来，08008158100800815181，你若甲算开时阵，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便宜了。对，外口我跟你讲，通路全铺开的时阵，一罐就是要2400块哦。因为是大包装的哦。你这档期，你伫芳林遮，你若买无着3盒2400块，你另抓，阮若无的时阵。你去药房买的时阵，就是一罐2400块，安尼你知无吼？来，0800815181，谢谢。听戏啦，拜，好，谢谢，感谢哈。来，昆东大哥你好。好，你好。要大组细组的？大组的吼，哦，我写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哈。来，观众朋友啊。咱这是欧洲天然维晶液态钙哦，液态钙无大劲，伊是甲你做加工，吼软胶囊，所以讲你包括小孩子，你无甲加开的时阵，伊拢有法度吞，包括咱跩时大，咱跩年纪较大的时阵，你知影讲吼，咧吞物件吞咽比较会有困难，对不对？来，你会记得，即马吼伊是软球啊较好吞啦，吼较好吞哈。你着一解，如果你真严重啊，哇，拢拍去，拢缩去啊时阵，来啦，枕头伫咧食，早晚各2颗啦，好无？食较重一点嘛。佮煞了保养的时阵，你差不多2盒经过的时阵，你一工食一解食2粒就有够啊，嘿，好，来，08008158108008015181，来，我们今天哦，大组的直接再送哦，哈，满线哦。大组的啦哈，大组的吼，大组。喂，你好，喂，你啊，阿嫂。哎。哦，要一组呢？哎，我大组的啦。要大组呀？这有钙无？有啊。这食骹骨啊钙安怎好无？对啊，就是咧补钙啊。哦。嘿啦吼，大组的吼，嘿，好，下凯哈，谢谢尤大嫂哦哈，好，平安，谢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这一次咱的钙骨力。钙骨力的时阵，嘿是澳洲天然矿质钙哦，吼，伊是上钙好吸收的哈，上钙好吸收的吼。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看，我们今天有加码咯。过了这一档期的时候，咱的日本咱的微波炉保鲜盒是没有送了哈。好，来080081518108155181080081哈，谢谢。
来，我跟你讲吼，规个拢总满线。咱观众朋友，你若进前有买过，你就知影讲说，咱这真正无共款的啦，吸收加才好着。来，王太太，喂，来，王太太你好哈，要一组吼。来，店中大哥哟。喂，嘿，王太太要大组细组的？大组吼，我写开了嘿。好，谢谢你，谢谢哈，感谢感谢，来，谢谢谢谢，民警大哥，也有咱店长大哥，谢谢你们哦哈。嗨，我跟你讲，即马讲做叫咱去煲安尼规控迄大骨汤啦，吼小鱼干啦来煲，袂糊啊啦，你毋着爱食咧规汤，对无？啊若大骨汤吼，控规汤的时阵，啉落到地的时阵，有人搁搞普林吼，我跟你讲。有痛风啦，搁袂堪要伤食，对无？即马上好就是这，搁软球啊，伊的单位搁足悬的，伊足稳定的。我跟你讲哦，这全世界上界大厂的啦吼。我跟你讲哦，搁甲你争取甲遮尔啊俗着吼，全世界国际大厂的哦 ，DSM 哦，伊这原料来源哈，搁煞着搁甲你加D3落去，所以讲有咱真侪阿姐讲做，我咧为着要顾骨头，我踮在食这项，搁顾这项，唔免，即马就是这粒都是有够啊吼，而且呢，这口感那会真好的，我感觉我伫咧食的时阵吼。我感觉真的是很好吃。小孩子小孩子哈，他真的也会很喜欢哈，就细粒嘛尔，吼爱 QQ 嫩嫩，吼 QQ 嫩嫩哦嘿。后来，谢谢。哦，来，谢谢大家哈。来，老师啊，你也安排一首歌啊，我即马呢，我先来有奖啦。好，先来有奖。满线，来，你做你接来。我跟你讲，老师，你爱准备一首歌，吼。咱观众朋友，我先来摇出奖的时阵吼，恁若电话会卡的时阵，我跟你讲哦，因为线卡拢总满线，恁爱加等一时啊，加两一时啊啦，莫两两声啊，无人接就搁挂掉，吼。当然，阮等的嘛是会甲你回电话啦，好无？好来，我来哟，几位哟？哦，洪山富大哥。来，三副哦，人一个富贵就真济，你三副哈。来，洪山富大哥哈，恭喜你哦嘿，谢谢，感谢。哦，来，咱这保鲜盒一次是2个哦哈。好，来，好，谢谢大家了哈，来感谢您哈，感谢咱王太太哈，我跟你讲吼，足侪人到尾会听到咱无搁改大组的吼，像阮咧拄则金融大哥拢改大组的啦吼，好来谢谢老师，你来准备一首歌，我来线卡倒接电话吼，电话吼线卡我来倒接吼，咱节目嘛是爱进行，咱观众朋友因为吼，我来倒接卡就较紧啦。哦，就袂互恁等较久啦，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哈，会记得哦，上界定制的，上界稳定的，成分上界悬的，价钱上界公道啦。尤其是小孩子，你有朝小学3、4年级，有一种囡仔，伊是安怎成长期的疼痛。我跟你讲哦，咧长骨，伊咧长骨的时阵吼，会疼哦，会疼。伫咧看，咧骹头啊，来你来准备就好吼。迄骹头啊，伫咧抽，咧人伫抽悬的时阵吼，我跟你讲，钙质补充了无够的时阵，吼，伊会酸，会安尼暗时安尼微微整会痛。我跟你讲，你好食这都有效。啊，这囡仔食有效，大人食当然嘛是搁较好，因为你着欠嘛，伊是要甲补充有够，但是你是安怎？是内底空的。你甲补落去时阵，伊就擘开时阵，你才会用，才会安怎，才会行长嘛，好无？来，我来倒接电话，老师来安排一首歌，谢谢。咱伫咧做这介绍的当中的时阵，已经一段时间。为了，嘿。咱足有信心，足有信心。你若如果来讲一个歌做这骹味行的啦，骨头的身体化的啦，你做你甲只连抓，你会做我的做这宣传员，为了拜托嘿，来。小弟来唱歌恁听，有咱马子三脚八，路顶了解我心意。
雨に濡れてる赤い日が俺にゃ愛の裏町酒場開いているのかあの歌も寄せは萌えの声にある寄せよ今さら一人だけ夜puedo diri cho cuốn sim ai bi quan cơ在手戏过去已经过了时错乱的滋味感情不是那甜不想起犹原也是会来想起路顶啊只有你了解我心意有人嘛只三个目，路顶了解我心意，谢谢。